當我哋同人作出分享嘅時候，係咪都想加入一啲技巧，令到我哋同對方嘅連結係更加強烈呢？嗱，有人做過研究喎，受歡迎嘅 TED Talk 比起冇咁受歡迎嘅 TED Talk，有一個技巧咧係多出1倍有多噶。你哋知唔知係咩呢？就係手勢啦。原來從原始人嘅年代咧，我哋就非常着重對方嘅手勢，佢到底係對我哋係作出一個友善嘅舉動啊，定係作出一個敵意嘅舉動？攞住食物定係攞住武器？如果我哋同人講嘢嘅時候，經常收埋雙手咧，可能令到對方咧係唔能夠專心啊，想睇下你手後邊係收住啲乜嘢咧嚇。所以咧，我哋同人講嘢嘅時候，盡量做一啲手勢，令對方感到舒服，的而且確令到我哋嘅連結咧係更加有效噶。嗱，有3個技巧，我哋用手勢嘅時候可以注意一下。第一咧，我哋做手勢係一個自己舒服嘅範圍嚇。第二，當我哋做手勢嘅時候咧，如果唔知道做咩手勢先至對我哋有好處咧，可以盡量張開你嘅手板。第三，當我哋做手勢嘅時候，應該盡量避免做一啲咧特別嘅動作，因為佢可能喺某一啲嘅文化裏邊咧係有特別嘅意思㗎。我舉個例喺某一個咧訂婚派對度，新郎咧為咗展示佢嗰隻咧戴上咗訂婚戒指嘅手指咧，佢就舉起咗佢嗰隻手指，而令到咧屋企人覺得非常尷尬啊，撳低佢嗰隻手。所以咧，大家去加入手勢喺同對方作出分享嘅時候咧，可以留意呢啲嘅技巧，或者咧對你嘅分享係有好好嘅幫助嘅。